大家好，好多人聽過遠紅外線，但係老實講，聽過唔代表真係明白㗎。其實呢樣嘢好自然，就好似當天企喺太陽底下嗰種暖粒粒、舒服，成個人鬆晒，其實就係遠紅外線嘅能量。有陣時唔係唔信，只係唔了解，就會有少少戒心，呢個好正常㗎。但其實人體補充能量好簡單，有三樣嘢：食物、呼吸、陽光。食物俾營養，呼吸俾氧氣，陽光入面嘅遠紅外線就係俾身體能量㗎。三樣嘢缺一不可。遠紅外線唔係表面嗰種熱下熱下，佢係慢慢滲入身體，暖到入邊，幫身體放鬆順氣㗎。好似我手上呢一部開羅福牌暖身保健儀，佢係用納米七彩陶瓷發射遠紅外線，佢嘅熱呢就好柔，而且又穩定又均勻，可以咁樣直接貼喺我哋個皮膚上面。如果你中意靚嘅話，一邊可以左邊貼下，右邊又可以貼下，一邊可以用20分鐘到1個鐘都可以，睇我哋自己嘅休息時間。所以呢一台機同市面上一般嘅遠紅外線發熱嘅產品係唔同㗎。平時做瑜伽喺腰度，大概20分鐘，我會感覺到暖流由小腹升去到心口，然之後會到頭頂。然之後呢，我會慢慢合埋眼深呼吸，由腳趾開始一節一節咁樣放鬆，邊度覺得緊我就喺嗰度多呼吸幾下，大概30到40分鐘，成個人就會輕鬆好多啦。呢個係我每日嘅細習慣，唔使食一大堆嘅保健品，純粹讓身體自己流動返。特別啱坐辦公室，長期吹冷氣，讓腦多，手腳容易冰凍，瞓唔好，成日覺得心煩嘅朋友，返工用得，屋企用得，瞓覺前用仲正。明白道理就自然安心啦。開羅福牌暖身保健儀，陪你過返暖暖地有能量嘅生活。